上头嘅先来看，放射美国甲伊朗是有初步嘅共识，这就带动股票大起。台股开盘就抢悬，落尾收盘是收伫咧44732点，又搁再徛起哩44000点。除了真正嘅局势带动，昨开台的执行长黄仁勋甲真侪科技台偷人食饭，今仔日相关的供应链股票都对咧大起。台积电早盘大起80块，冲到2375块，搁创新高，伟创甚至是掉停。原来是台股上悬是起到44933点，收盘是44732点，起1096块。国发会今仔日也发布4月的景气灯号呈现红灯，代表景气小落。主计总处也按算要调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 ，GDP 有机会破8。咱头主席也讲到，这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昨是甲真侪科技界偷人食饭。伊是面对这中国华为先进封装的布局，黄仁勋认为讲袂威胁到台积电。不过伊也搁再强调讲，咱台湾上界需要加强的是能源。访问台湾行程来到第6天，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礼拜暗时，搁在选伫个真有台湾味的餐厅，请台湾供应链的友伴食饭。第5届举办调关宴，大头家坐几排翕相，台积电董事长魏德嘉、广达董事长林碧丽就坐伫黄仁勋两边。包括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和硕董事长董子贤，也有鸿海董事长刘永伟等等30多个台厂的大头家出席这场调关宴。黄仁勋要是真清楚，食一困啊，就出来分汽水甲食的。你问有够好食，迄汤有上好食啦。黄仁勋、魏德嘉甲刘永伟3个人做伙来到餐厅外口分汽水甲食的，就连黄仁勋的囝儿也真罕得出来甲民众互动。黄仁勋食饭饱，讲到 AI 供应链，伊讲 AI 是史上上大的科技市场。面对华为公司先进封装布局，黄仁勋认为这确实是华为的一项突破，不过并未威胁到台积电。台湾未来上需要补强的关键就是能源。Every company, every industry should use AI, and this way we can apply this incredible technology that started here in Taiwan, built here in Taiwan. Use it ourselves. It is so useful. Why does not Taiwan use it ourselves? 和硕董事长董子贤也指出，台湾目前是伫人工智慧 AI 的大流行当中 ，AI 是进步的中心点，台湾会扮演真重要的角色。这场调关宴，毋但是有科技大头家，更加展现台湾伫 AI 供应链当中的关键地位。记者综合报道。国防特别预算案今年是变88亿，要甲美国买武器。今仔日立法院已经3读通过啊。另外，这年底大选的时间是愈来愈握紧，中选会委员有怨有欠。行政院的秘书长张敦涵今仔日就带这被提名人拜会朝野党团，在野党团是强调讲会严格审查。115年国防采购特别预算案已经伫立法院初审通过，无需要党团协商。到立法院议会已经3读通过，那啲党团会前拢已经表态，望讲会使赶紧通过。我们很积极的希望在今天立法的院会就能够来处理军购案相关的这些事务，预算尽快的给它通过，好让我们的国军有更好的精良的武器。那过了今天的预算之后，也会跟行政部门商量，要紧速让这个预算补齐到1.25兆。第一批对美军购预算是一年一期来编列，那今年编列差不多88亿，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M109A7 自走炮、反架型无人机飞弹系统、拖式2B飞弹甲标称飞弹等等的项目，朝野这届是足合作的。那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高立言28就已经先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肯定立法院通过国防特别预算。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参国民党团书记长林派上握手致意，佮互相讲是同乡。张顺涵率领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辉，甲2个委员被提名人黄苗信、蔡维德拜会朝野党团，面对年底9合一大选，期待朝野会当支持林素案。那为了希望让中选会能够更健全、健康的运作，因此行政院这次提名3位中选会的委员，那希望来征得立法院朝野政党的同意跟支持。行政院强调，3个人拢是法政专业，无党无派。若被党团表态，一定会严格来审查。毋若中选会人事案、NCC 人事案，因为进前向好决告单也搁调车。张顺涵讲，即摆也搁咧定顺人选，会赶紧提出名单。记者综合报道。
陆军司令部80周年展示战略转型的成果甲新装备。陆军加强无人机作战，演练精缩、自杀攻击、导弹任务。因那新武器是包含海马斯火箭系统，也有一寡战车，拢是头一届公开展示。乌鹰直升机赶紧对目标飞过，陆军特战部队官兵展开空中对击任务，所有降落展开掩护行动。CH-47SD 运输机对伫后壁执行增援任务，参 ATV 越野车、突击车快速派兵，甲敌人相战。陆军司令部29举行80周年步庆，有真侪项动态操演，上界显目的就是无人机的演练。陆军即马对国际卡步做兵力的转型，各作战区加强无人机的运用，官兵操作无人机伫天顶爬。练到用来监控敌军，嘛来闪敌军的监控。另外，无人机嘛会使执行精准的打击，针对静态也有动态目标发起自杀的攻击，也有弹飞弹的攻击。好戏看戏尾5台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出来，陆军展示地面空中坚强的战力，让民众看甲目睭拢唔干呢。整个武器啊，各方面啊，都跟以前我觉得进步很多了，比我当兵的时候还要好很多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对我们国军也很有信心。看起来是蛮有信心的啦，我们的装备越来越充足了。因为敌情的威胁也有战场形态改变，陆军来做兵力整建，筹备新式的武器甲装备。那即届伫阅兵仪式当中，嘛隆重显出来，互大家看。陆军历任的总司令、司令拢得到邀请来出席，包括前国防部长严德发、邱国正等人，做伙见证陆军实力转变的结果。陆军出到的新式武器大车柄，包括执行野战防空的复仇者防空飞弹，也有反装甲王牌拖式2B飞弹。国造的陆射战略飞弹打造防空飞网，雷霆2000火力范围扩大，反制敌军的定力作战。那代表上强的战车 M1A2T 一出场就成做全场的焦点。另外，陆军上新的战力有海马斯多管火箭部署伫中部地区，有跨区增援的能力。这届配合步庆，特别上北来支援，做伙伫阅兵头一届登场。现场嘛展出 OTS 攻击无人机，也有精进1型、2型等等的无人机。无人机成做国军重要的无对称战力，已经是国军的发展重点。新式的武器装备，大幅的提升我们地面部队的整体战力。刚刚展示的无人机，就是我们陆军现阶段发展的重点之一。我们在各作战区成立无人机大队，在各联兵旅成立无人机中队。陆军司令部借由80周年步庆，一口气展示多项的新式武器装备，不止拉近与民众的距离，也向国人展现陆军是钢铁劲旅，有能力守护家园。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家己是连续2天举办全民防卫动员演习，太保最上顶5乡镇共一个时间演练战争灾害抢救，无人机也演练运送物资，就是要测试这地方救灾的应变能力。运送物资的无人机向天顶飞去，透过无人机顶面的镜头，会当来了解飞行路线的状况。家己县举办的城镇轮实演习，配合在地研发的产业资源，加入无人机物资运送的演练，要来提升灾害的应变能力。装箱的部分呢，就是说在它最大承载重量6公斤里面呢，我们就用一个箱子呢，然后把相关的物质把它放上去。只要是地面交通受阻的部分，我们都可以使用无人机的物流的部分来做运送，来做紧急的进行任务。路线 A 的部分，那会先飞这一段。那飞过去再飞回来，大概距离在2公里。路线 B 是从这边飞到萌宠乐园，那来回是6公里。家己县政府配合国家社会防卫轮实政策，伫5月27日8 2天，整合县政府所有局处甲乡镇市公所，伫太保、水上、芦草、六卡甲新港5个乡镇区域举办城镇的轮实演习，要来了解地方整体的防灾应变能力。第一天是所谓的没有脚本的剧本的推演。那第2天做实务上的一个勘察，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演练，大家在观念上跟实务的操作上，都可以提升到最高的量能。县政府指出，这个演练的主题包括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防灾协助中心的运作、地方民生救济、急救资源的整合以外，搁因为家己县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后这届轮实演习会当配合无人机来操作，互偏乡地区也是山区，因为灾害交通无方便的状况之下，有新的避援方式。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马英九基金会债务争议今仔日正式进入司法阶段。基金会今早起是发声明，甲前执行长萧旭炎、王光祖提告陪审甲侵占。
消息人士强调讲，这无应该退钱，伊是一角银都无退。若是有违法，愿意甲国民党的副主席辞掉。如果我有任何的不法，我当然愿意持续国民党副主席。强调有任何不法愿意失去国民党副主席，现阶段会向国民党主席提入门报告，然后佮对外说明。马英九基金会财政纪律案风波愈加愈厉害，基金会发声明表示已经委托律师准备好诉讼事证，正式提出刑事告诉，请求司法机关依法调查事实，明辨责任。各界也不要扩大渲染，说什么这跟国民党没有问题的。哦，这只是一个基金会内部对于账目的问题，那就对清楚就好。既然今天提告，我们就尊重司法。希望赶快放下吧，这我们的基层跑就知道，基层蛮焦虑的了。南委呼吁萧淑琴应该申请到副主席职务，将项目对清楚。既然已经提告，就尊重司法。主任地检署证实已经收到告诉状，目前依案的调查事情内容，各指派专职检察官承办，以告会依法分案。我这一生清清白白、坦坦荡荡，我没有拿任何一分不应该拿的钱。那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会勇敢面对，而且我对得起马英九总统，就让这个司法来还我清白跟公道。伊除了表示遗憾，也用比较来形容这个代志，表示这个代志伤害相当是马英九。有心人士明知马英九判断力甲以前无同，伊愿爱伊提刀向前冲，真无道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车祸消息，中华丰苑昨日下晡，一个阿嬷带孙去买物件，这孙要爬去伫乌布多摆顶的时，手去吹着油门，规只车冲出去。囡仔去互经过乌多粪扫车交过，不幸死亡。监视器翕到姓陈的查某人来到肥料行，打买肥料准备要离开，互伊7岁的孙仔先爬起哩无关电的乌多摆，结果煞去吹着油门，雄雄冲出去，人甲车倒去了后，无伫安全帽的查甫囡仔，拄好互丰原乡公所粪扫车对头甲交过，当场死亡。有哭了没有办法，后悔莫及。阿妈是讲肥料在就要行啊嘛，囡仔抱去了，对只吹了，唔知怎走去。这件车祸发生伫27下晡5点外，地点是伫丰原乡2溪路顶。31岁姓洪的粪扫车驾驶97达70，救护人员到场发现，查甫囡仔的脑已经破去，评估到院进前死亡。丰原乡公所强调，已经有去安达死者的家属发10万块的意外补助金，嘛协助处理后事。警方是认为，姓陈的查某人甲姓洪的粪扫车驾驶涉嫌刑法过失使人死亡的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李同遇上外婆所骑乘之机车，因不慎误触油门致机车爆冲，被放映乡公所垃圾车碾压过李同头部，不幸身亡。大人先坐在摩托车上面紧握把，然后再请小孩子从背后就是说从后面来上车这样子。当小孩子坐定了之后，我们再发动引擎来骑乘。教分班业者嘛建议，成年人若骑多摆载囡仔，大人爱先上车，甲手车啊抓好，才搁互囡仔对后壁坐起哩，了后才搁发车，才袂发生类似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来关心食毒赛车的议题。台南市长一暝就掠着2件，警察是半暝发现有一架车交通违规要甲查，驾驶煞是沿路抢红灯路尾并车。查落发觉讲，这驾驶翁仔某拢是早期通缉犯，车内阁有超着强势分弹。台南今年就已经查到663件食毒赛车，市长黄伟德是认为讲，毒品侦考的驾驶应该要有一个定期验毒换驾照的制度。台南市议分局28半暝2点，在南门路和府前路口巡逻时，发现一台轿车违规倒拐，要过去甲查落来看，这个查某驾驶做出心内惊，刷油门吹落去，紧驶走。这台着沿路冲红灯正向乌白驶，落尾伫清水路段和警察车相撞，当场并车。警方甲车内4个人救出来送医，加在是轻伤。不过警方调查发现，31岁姓杜的驾驶和因翁拢是诈骗的通缉犯，车内底嘛互超着强势分弹。警方就安尼开19张罚单，依法上班。现场同时取获毒品、烟弹等物，并查出2人为诈欺通缉犯，4人经警询后，依毒品防治条例
公共危险罪遣送办。同一暝3分钟，警察看到这台轿车沿路现来现去，灯我嘛无拍灯，警察随炸落来。迄时姓吴的驾驶精神真痛，身躯阁直直跳，手骨若像用毒品注射的分液。落尾警方伫车内查到电子烟，烟弹内底有强势分弹成分。较含的是阁有创庆机。对此，台南市长黄伟提建议，通强制性要求有证考的驾驶人3个月也是半年，爱验毒品检测通过才通赛车。经脱液初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逮捕，并于车内查获毒品、烟弹等物，全案依法查获送验，后续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毒品的再犯率，根据统计来讲，根据医学专家来讲是非常高的。有毒品前科的人，持有驾照的人，他要定期换照，认知没有问题的话，就再换新照给你，表示你没有再继续使用毒品了。台南食毒赛车，根据统计，对今年1月到达拢总有663件。警方强调，对毒品绝对零容忍，未来会继续加强路检和巡逻，就是不爱让这款食毒赛车的状况正做路面的行动炸弹。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附近大学医学院有学生是发现，讲这图书馆查某便所的门口有一粒烟雾侦测器，甲这校方反映了后，警方甲学校再去会勘，确认讲这粒是有带摄影的功能。这便所门口的烟雾侦测器是有带摄影的功能，校方表示镜头是用走廊来翕，无牵涉封盖秘密罪。校方也赶紧答告示，公告讲迄搭是有在录影。不过，附带学生会是抗议讲，应该爱把这校园内底稳装式的摄影机拢总换掉。来看这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有9成的青少年食薰是对加味薰开始的。民间团体就指出，咱台湾的薰害防治新法2023年就通过啊，到即阵3档外，政府却是也未公告禁止加味薰，要求政府就要赶紧下令保护青少年。Most e-cigarettes contain nicotine, which is highly addictive. 也批警告电子薰有互人食到会掉的有毒化学物质。WHO 呼吁大众莫食电子薰。5月31日是世界部分日。根据 WHO 的资料，全球尚无有4000万的13岁到15岁青少年有使用薰品的情形，而且9成是为加味薰品入门。有民团拜5开记者会，要求政府赶紧公告禁止加味薰品，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最使用这个电子烟的青少年呢，他会情绪比较暴躁，比较难控制，容易冲动，也跟这部分的大脑呢受到影响是有关系的。40个月了，我们的政府并没有公告禁止加味烟品。那其实 WHO 连续3年来一直在强调，请他的会员国赶快禁止加味烟品，因为所有加味烟品呢，是对青少年最大的一个危害。虽然政府在2023年通过薰害防治新法，全面禁止电子薰，不过民团讲有口味薰品咬下青少年使用，就惊因进一步接触到丧失分弹甲毒品。民团要求政府就要赶紧公告禁止加味薰品，维护青少年的健康。但是你行政法则下去有没有效果？一定有效果。为什么？起码我年轻人会知道一件事情，这是违法的，制造一个文化出来，全民有意识说这是不对的。民团讲，当初时修法虽然全面禁止电子薰，却欠缺执法的配套，恐惊造成电子薰伫校园大量出现。民团呼吁政府就要赶紧落实禁止加味电子薰品的禁令，用法律建立社会共识，这会当保护青少年离开薰甲毒品的威胁。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中华电信早起开股东会，公布去年集团的营收是2361亿，破纪录，一个月就赚4块9。这公司咧赚钱，不过员工认为福利是无增加。工会顶礼拜就捌定情抗议，要求劳资协商就要较有诚意咧。今仔日因也伫咧股东会有报调认证。中华电信公司29下早举办股东会，不过会期才拄开始半点钟，部分股东就以冷气袂凉，要求董事长简志成暂停会期。你的权益问题已经处理冷气了啦，你处理下啦。还有好过啊，你处理还有好过啊。好过最好啊，我穿西装都无流汗。冷气的问题处理好，总算顺利开会。审计委员会报告审查2025年报告书指出，去年中华电信集团合并营收达到2361.1亿，
创历史新高，每一个用以4.99块破过去8档的纪录。对此，有股东轮流登记发言表示，希望员工延后退休年岁。某人认为，政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祭出18项大礼包，正做国内电信头人的中华电信，应该爱加码鼓励少年员工生囝饲囝。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议题叫做延退方案嘛，那延退方案是，如果大家65岁以上就可以就 over 退休，是不是主管可以以身作则嘛？公司能否承诺在政府的政策基础上，针对发放育儿津贴、延长产育假等员工福利，再进行加码？实际上，在股东会前一礼拜，中华电信工会组织超过200人去交通部抗议，呼吁交通部长陈世凯替换中华电信董事长简志成，因为劳资协议真侪议题，包括团体协约、劳提拨比例提悬、加薪甲延退拢无进展。对此，中华电信发几6项声明，强调退休保障甲福利多元整合机制已经凭法定标准加足好，无放弃任何沟通机会，期待劳资关系和谐，联手创造劳资双赢。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公家机关甲企业受法律规定爱请身心障碍者，不过监察院是发现讲，有的公司是对学校请这身心障碍学生，名义是互因来实习。不过这工课安排煞是甲价值完全无关系，这就对这个学生啊未来做工课无帮助。这样的做法其实根本是一种两面手法，对外宣称自己拥有足额的禁用，包装成提供给障碍青年的奖学金，借此大赚企业形象。但实际上，其实并没有正视企业长期以来障碍者的就业困境，也更没有想要提升障碍者的青年的专业能力。针对这款情形，主管机关劳动部的回应是讲合法，不过也有改善的空间。这就去互民间团体批评讲是结果外。呼吁企业莫干那只是咧应付法规，爱真正帮助身心障碍者做正职的工课。国际消息来看，瑞士发生随机攻击事件，有一个有瑞士甲土耳其双重国籍的查甫人，是伫咧车头的大厅举刀啊乌白杀人，造成3个人受伤。这个查甫人犯案进前是有大声喊口号，嘛有相关的前科。警方认定讲伊是恐怖攻击。礼拜早起8点半左右，有瑞士甲土耳其双重国籍的凶手31岁的内西普·德德莱尔，伫苏黎世州北边温特图尔车站的大厅甲巷路举刀啊，甲人攻击，造成3个瑞士男性受伤，其中一个52岁的男性是重伤。凶手随后警方甲抓起来，因为真侪目击者指出，伊伫咧犯案的时，捌大声用阿拉伯语喊出真主至大，佮加上凶手有相关的前科，苏黎世警方甲事件定做是恐怖攻击。Man hat nachher vor Ort auch bereits aufgrund von der Situation hat man gesehen, dass das Motiv von dieser Tat, dass man das im Bereich von Radikalisierung und Extremismus suchen muss. 根据瑞士警方的资讯，凶手德德莱尔伫温特图尔大汉，这几冬来大多数的时间拢是伫土耳其，犯案进前才拄转来到瑞士。德德莱尔早伫2015年就捌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 的宣传片，互人调查，而且甲当地一间涉嫌煽动冤仇的清真寺关系真密切。伊伫25捌因为言行错乱，互人送入去病院，也毋过病院立即评估伊无危险性，所以互伊出院。毋过过两天就犯案啊。 Dass es auch eine Art wie einen Kippmoment gibt in dieser Geschichte, nämlich der Moment, wo in der IPW jemand entschieden hat, dass er weder fremd noch selbstgefährdend ist. Wieso das dort so entschieden wurde, das entzieht sich unserer Kenntnis, aber offensichtlich ist die Einschätzung falsch. 案发的时，现场拄好有一群校外教学的小学生经过，一个勇敢的查某老师第一时间挡伫学生头前保护囡仔，互大家真懊恼。原来警方伫接到报案了后5分钟内也赶到现场压制，而且抓到嫌犯，互伤害未过进一步扩大。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风声美国甲伊朗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包含停火期限延长60天，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正式启动核子谈判。 目前，这双方的头人是也未确认，双方的军队也要咧相战。美国甲伊朗谈判代表团讲，针对这项临时协议已经有初步的共识。不过，对这项甲波斯湾和平有关的备忘录，美国白宫甲财政部表现了正美手，强调买手的决定权是完全由美国总统川普掌握。
Again, it's always a mistake to get out ahead of the president, so it is all going to be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I think that we can see that the president very clearly stated his three: the open the strait,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no nuclear program. 美国副总统范斯虽要证实随网谈判有进展，不过伊坦白讲也未行到迄步，因为安怎销毁浓缩铀等真侪技术细节犹原等待厘清。这项临时协议核心包含延长停火60天，伊拢开放核武驻海业，并启动协议第谈判。针对川普日前伫内阁会议顶悬威胁要炸毁阿曼这款惊死人的话，财政部长贝辛德替伊讲话，讲川普只是想要强调海业行船的自由，嘛已经甲阿曼大使通话表示友好。面对美方施压到底，伊朗政府的态度同款谨慎。伊朗副外交部长表示，德黑兰绝对袂接受任何无符合国家利益的条款，这嘛是谈判需要遮侪天的原因。伫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伊朗国营电视台是播出最高领导人穆吉塔巴的上新声明，强硬批评西方国家想要为内部瓦解伊朗。طرح و نقشه کور دشمن پس از جنگ تحمیلی و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و محاصره تبلیغاتی و سیاسی ایجاد تفرقه و تجزیه اجتماعی برای جبران شکست‌های میدان نظامی و به زانو درآوردن ملت است. 虽讲双方高层犹原对协议进行最后确认，不过波利西的停火协议一直拄到挑战。美军指控伊朗近期搁再发射飞弹攻击美国盟友科威特，显见伫正式签署协议进前，波斯湾的战火敢会当暂停，犹原是充满变数。公司新闻定位人编译。澳洲政府和 3M 公司讲，因公司的消防炮带 PFAS 物质是有毒的，造成污染，是要甲因讨14亿美金的赔偿。不过 3M 公司是表示讲，因20当前就无过卖这款水炮去澳洲。The Commonwealth has today commenced legal action in the Federal Court of Australia against 3M Company and 3M Australia for allegedly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and making false statements about the long-term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use of 3M firefighting foam containing PFAS. 澳洲天气热个大数是全球上发生野火国家，即澳洲政府针对 3M 消防炮含有毒物质 PFAS 诉讼求偿金额14亿美金，合代票435亿。澳洲司法部长指控 3M 隐瞒因的环境实验室的测试结果，讲 3M 的消防炮是安全，因成分分解而且无毒性。不过这行为已经互澳洲国防部甲纳税人开始就7亿美金的调查，政治甲减轻国防基地 PFAS 污染。Australians rightly expect their government to stand up for them and to hold companies accountable when commun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are impacted. 不过，根据 BBC 报道 ，3M 公司辩讲，因毋捌伫澳洲生产 PFAS， 而且20年前就停止伫澳洲卖这种材料。这种俗称引诱性化学物质的物件，常常用伫消防炮手机服装甲卖黏点内底。这一大类超过1万种人造化学物质，伫正常环境之下未分解，而且佫会伫体内残留，造成人甲动物的健康危害。美国乔治亚州道尔顿居民近几年来饱受环境内底这种物质的危害，到即马环境部门也无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道尔顿是美国地毯制作的大本营，数十年来，地毯业拢使用含有 PFAS 的污染剂，互当地水资源甲环境遭受严重的污染。艾默里大学研究甚至显示，道尔顿地区1/4受检的居民，对内底的 PFAS 浓度已经达到高健康风险的水准。We have cows that we've had a couple die. We've had some birth defects. And all the cows that we have, we don't know what we can do with them now because if we sell them for meat, we don't want to contaminate other people. 美联社报道，虽然科学家甲联邦监管机构拢对这种物质的危害表示关切，乔治亚州环境保护部门无发布鱼类食品警告，也无发布饮用水禁令。不过，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甲缅因州拢已投入数百万美金进行清理，佮对污染者提起诉讼来赎回损失，将做正明显的对比。公司新闻红路梅编译。转来看咱国内，高雄一个国校仔的自侵老师行底路的代志引起社会关注。这几天在网络顶就流传真侪消息，甲这人名抑佮有代志的过程讲甲那亲像真的。不过这阵校方是发声明，强调讲拢是无影无迹。
多数学校的大门前拢是民众送来怀念老师的花。这件国小老师行底路的代志，2、5发生了后，教育局随对师生启动关怀辅导措施。不过这几天伫网络顶端出现真侪风声，有人讲是学生恶教，嘛有讲家长霸凌老师，甚至有讲家属要开户募款，甲人洗衫、读倒规家长食啥头路，拢讲甲有影有只。地区受影响的学校拢赶紧发声明讲，这拢是谣言，都议员真烦恼，安尼会互代志愈来愈害。很多人就直接定义了，就是小朋友欺负大人，也许是，也许不是，可是现在没有人可以去判断跟决定这件事情的对错。可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就已经开始在贴标签了？也不代表说他在上面讲的就已经是真的，所以我刚刚才会要求说，我们教育局务必要尽快的启动调查，还给社会，也还给这个学校一个宁静，不要在这边彼此的猎巫，然后看到黑影就开枪。议员嘛建议市府应该爱成立霸凌的防治调查科，袂使甲责任甲业务拢等互学校担。教育局表示，目前正咧调查关键，针对网络的风声，因嘛有去查证比对，希望会当早日找出真相。而针对外界关心的教师压力排解、甲校事会议的改革，市长唐其迈讲，未来提供老师的心理咨商，只要专业评估有需要，都无受到12届的限制，嘛会注入跨局处的资源，改善校事会议的欠点。在制度运行上的一些这个问题向教育部跟立法院来说明那如果涉及到修法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加速的来改革整个校事会议的制度。多数学校嘛呼吁，目前上要紧的是提供师生后续的协助，甲照顾家属的感受。拜托大家唔通乱叫，风声无经过确认的消息，甲时间甲空间留给相关单位去调查厘清。记者柯家族教育郭永昌报道。新竹县西要发5000块的石油补贴，这就成大镇人要甲户口迁去县西。这4天县西的人口就增加1000多人。本地讲，因为人口的变化，县西后一届议员释出会减一席。这阵已经增加1000多人，释出就唔免减嘛。颠倒是隔壁竹东爱减一席，所以讲竹东的镇长甲议员就出面抗议，呼吁讲应该爱主动调查。维护公平正义。竹东议员甲镇长做伙画口号，要求选委会出面调查。新竹县关西镇因为人口减少，原底后一届议员会减一位，但即马因为发5000块的关系，无到1礼拜有上千人刷户口来关西，也因为安尼，关西的议员人数未减，但刷可能去影响到竹东地区的议员数。希望说能够清查未在籍、未涉及的人数没有居住事实的。我想也针对我们竹东镇议员席次跟竹东镇的资源保卫战，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不是挡人财路，但是我们要用正当的行为，来做这件事。我们竹东镇也一直在研议什么方式如何奖励措施来刺激人口数。关西地区议员讲，地方的振兴发展自治条例，唔是最近才咧讨论，发生这件代志，也是伫去年就已经咧做拍算，只是无想到会去影响到竹东的议员人数。大家也不必慌张，我想努力的民意代表，认真的民意代表，都会有机会继续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新竹县选委会指出，议员人数是以投票日进前6个月户籍人数来算，一切以中央选委会最后的公布为主。6月底也会试算，那试算毕竟只是试算，可能让想了解的人知道。那发布的部分还是等中选会，到底有没有说涉及到幽灵人口，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说不实而登入的部分？这个部分也涉及刑案的部分。那刑案的部分侦办的机关就是我们的法院。针对外界质疑选情刷户口敢有无合法的问题，新竹县选委会指出，这牵涉刑事责任，民众若有疑虑，拢会当向司法单位提出检举。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铁桃园中立的运量是排全国第2、第3个。时阵这桃园是要铁路地化，预计2033年就会当完工。桃园火车头前后站拍通，会当甲桃园捷运也有机场捷运相接。桃园内力中立的大车头计划，市府6月初3开始办说明会。就算路户工程也是一直在做，依照交通部铁路局上新数据，桃园铁路地下化按算的进度是53%，按过目前整体计划进度干的36.27%，有估是2033年来完工。怎么看这个地下化？地下化的好处就是说，它已经
不会有受到天气气候的影响，所以正常情况下它都是能正常的行驶。那你会很期待地下化吗？地下化会啊，因为它终究还就是比地面上会方便了。地下化比较方便，就是像现在下雨的话，就不会淋到。我们是蛮期待的，只是我们的施工进度实在有够那个落后的，哎呀，就觉得有点慢，对不对？对呀，非常非常慢。桃园铁路地下化全长差不多18公里，起点在新北市英国区丰平绿桥的北边，一直到桃园市平镇区第66线南边。除了原来桃园瑞丽甲中立车站，也增加丰平、中路、桃园平溪、中原、平镇等5个车站。小除沿路的8绿桥、8地下道甲23个并交道，后续市府也推动桃园瑞丽中立的大车站计划。我们也盘点了车站周边可能是一些公有地的部分，那旧市区的部分呢，也是希望能够透过都市更新这样的一个手法，来希望说整个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讨。根据台铁统计，年度路运量进出桃园中立，今日排伫台北车站后边，暗过过去，铁骑路将都市分组前后站，造成交通问题也阻碍发展。铁路地下化会拍通前后站，佮甲桃园积分、机场积分强固。杜克桥表示，大车站计划会针对铁路沿线土地进行整体空间规划。6月初3开始会办说明会来收集在地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愈来愈热，网头将到炭西。南投草屯的镇公所就请人拼水沟，要互这鸟鼠甲抓甲网仔无地味，防治天狗热甲旱滩白倒。这搭是草屯菜市仔摆摊的头家，当咧无用切土豆糖。头家讲鸟鼠仔上介意食土豆糖，看到公所有派人来清狗仔，感觉真好，真安心。咱同台北比起来，咱安那？哦，好足济，好足济，好足济。安尼清清的，拢无鸟鼠。好啊，当然嘛好。啊无，大大鸟鼠仔啥的嘛来较无，我有水处理啊。恁拢会有做就对啊。咱像咱台北看新闻安尼，那个鼠患啊。我们现在就是要预防加上消毒这样子，不要让我们这边也陷下去这样子。天气愈来愈烧热，为着避免网虫、鸟鼠仔生炭，草屯镇公所早起派人去菜市仔消毒。公所表示，因为市仔内底胆含人流合密，种水沟有积换土、喷、较高生网仔虫，吸引鸟鼠仔来遮找食，增加传染病的风险。最近台北的鼠患这个问题咱草屯镇嘛有警惕到，甲咱的镇民那教，免掠鸟鼠免当鸟鼠，尽量咱的物件尽量莫留伫沟仔底公有市场周边的集体清淤，会使从咱水沟仔清去，安尼避免讲蚊虫、蟑螂甲鸟鼠罗密伫咱水沟仔内底。草屯清洁队长讲，市场有4个位啊，每3个月拢会来清水沟，嘛会加强宣传，要安怎防止鸟鼠仔含网啊。镇公所嘛呼吁，环境壁清了后，嘛需要大家做伙维护菜市仔清气，嘛当提悬民众来洗菜市仔意愿。记者洪怡秀南投报道。台东县偏向交通无利便，交通部甲县府就推动幸福巴士，或者居民上班上课看医生较利便。不过，即阵煞是有游客误用这款巴士，再引起爬山，颠倒互在地居民救无车。议员就呼吁讲，应该调整做法，互幸福巴士以在地居民为主。今年3月，县府甲监理站接伫海端乡举行幸福巴士通车典礼，合作运输业者提供9人座小货车，免费予南环立道村沿线居民用这车落山看医生甲读册。不过最近当地居民真歹注文到幸福巴士，后来追踪发现，明明有车上山，不过在是爬山人驾做观光巴士。而且民众也反映说，他上山之后，车子就一直 stand by 在像游乐区了，他其实没有下山去做其他的服务。那你就是如同像包车一样。县府表示，幸福巴士用意是要让公车无法度到的偏乡部落社区，应用小型车来经营公共运输，主要服务对象是当地居民，不是游客。不过也无限定业者名在附近游客，不过应该是当地居民优先。针对登山客跟观光客的部分，他必须要在更近一点的时间才能开放他预约。那相亲的部分的预约时间就可以拉长。那希望以相亲的搭乘为优先。
迄段乡公所表示，当初甲业者合约，干约定3工进前做文对乡民保障可能不够。6月7会邀请业者协调，希望应遵守幸福巴士服务偏向居民精神，互乡民先做文。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翕翕，农民是赶紧打网啊，防止菜去拍着伤，也铺一寡稻草，互土较袂遐紧打起。有专家就提醒讲，要注意通风、湿度、排水，抑个压肥的方式，农作物才有法度对抗高温。农民无用肉红红菜，毋过过去这种菜大部分伫冬天大出，为避热天延误产量，伫田内底打乌网来种，希望因降低这种害，有稳定产量收成，供应市场需求。你热它就会有热障碍，它就会产量就会锐减啊。因为它本来就是冬天的啊。你冬天的东西你在夏天种，对不对？死亡率高，产量低。所以你一定要遮这个黑网。稻草可能就日头较袂晒海啦，晒袂海啦。较袂水水打覆土打壳土打覆壳。还佫有人种的菜边拢铺稻草，希望能减慢水分，互强烈日头曝打去。因应极端天气，中兴大学食物专家黄志平认为，北海管理员敢若伫白板出现了才开始，是爱伫关粉、强光、打扫、大水库、风台寒流等极端天气来进行，先将食物调整到稳定有韧性状态。如果你可以用微生物搭配这个钙或硒的这样的相关的肥料，就可以让你的植株更强壮。好，当然那个你的肥分的部分要做调整啊，不能氮肥用这么高。好，那它就可以让它可以耐受这些逆境。黄志平表示，极端气候及海掌下天气的状态，农民过去拢是发生病害了后，才找方法来根治。不过效果有限，造成收成无好，即马爱恢发病了治疗，加强事前预防，来提高农作物的韧性加抗病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四是6·4天安门事件37周年，华人民主学院协会伫咧中正纪念堂举办人权摄影展，是公开真侪6·4事件珍贵的相片。6月7日，因也会伫咧自由广场举办民主市仔甲暗会，向受难者来致意。1989年6·4天安门事件发生到当已经买满37天，但是咧台湾拢会办相关的纪念活动。29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将6·4参与者、民间团体等等共同举办记者会。协会表示，今年要以中共的下境镇压做主题，办37周年的暗会甲摄影展，希望让民众了解香港的国安法、新疆在教育营等等对人权尊严的迫害。过去很多台湾人认为说这是中国人的事，不干台湾人的事。其实呢，6·4到现在还在进行。当他推翻了镇压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以及呢消灭了香港的公民社会之后，这个下一个呢虎视眈眈的他的对象就是我们台湾。通过自由广场的烛光晚会一方面是我刚才说的彰显台湾的民主价值，另一方面也会让国际社会更多的看到台湾。主办单位指出，今年的人权摄影展会办伫中正纪念堂，会展出真侪头一届公开的6·4事件的相片，非常珍贵。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自由的杂讯。为什么是杂讯呢？因为中共政府为了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使用新闻干预，把一些社会议题都不重视，然后他使用一个马赛克的方法，极其粗糙。他就是用把6·4的议题、维权的议题，以及香港对于普选民主的追求都马赛克掉。民团表示，中国的维权势力正在向全球扩张，台湾嘛咧威胁的第一线。今年的6·4，希望透过摄影展甲哀悼的暗会来串联记忆甲行动，呼吁社会重视下境镇压对民主甲自由的冲击。记者顾玉琪、林秀凯台北报道。人力银行的资料显示，今年头一季有138万的客，内底是有超过11万的有要求爱台语能力。认为讲这台语的认证对找头路是会当加分的。不过学者也认为讲这台语的需求伫咧工课上也未普遍化，呼吁讲政府会当提供津贴等等的奖励，互台语的能力是有实际的专业价值。
最近有人力银行伫网络有一篇有关台语认证职业机会文章，内底介绍考台语认证的好处、工课发展、各学习台语的资源。人力银行表示，因为因对找人的企业单位这边有观察到，对台语能力的需求有一定的规模。人力银行面顶差不多有11万的工课伊需要的台语你若有用台语的一个迄个认证一般来讲，伊的工课搁去互录取的机会嘛，加足侪。人力银行指出，第一季138万内底，有11万的课有要求台语能力，主要伫第一线服务的零售、批发业，第二是餐饮业，安那因应高龄化社会，伫长照、社工等医疗照护相关的产业，嘛有注文希望爱有台语能力。人力银行讲，有台语能力甲认证，对找头路的人来讲是一个加分的项目。不过学者认为，企业对台语能力的需求增加，是因为过去的需求受过少。整体来讲，台语需求伫这场也未普遍化，呼吁政府就要有更加积极的做法。一线的服务人员，因若是会当用台语来服务，而且实际上有咧用台语来服务，有做到一个程度，安尼逐个月互伊，譬如讲几千块。奖金，这是上有效的做法。学者建议政府伫制度面提供诱因，亲像伫公部门做工课，应该爱列入意见条件，也是针对长照、医疗等等行业，鼓励第一线服务人员使用台语，就会当领津贴，这会当互有台语能力变做实际的专业价值。记者郭正王志光台北报道。即马才当5月底，也未到上热的时阵，这几天就不时升到39度。气候暖化、极端天气愈来愈明显。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一份新报告，讲在未来5天内是有9成的几率，全球的平均温度会超过1.5度的警戒线，北极的超高温、可旱、火灾拢会愈严重。罗马竞技场外口饮水台排甲满满，拢是要补充水分的游客。今年欧洲的热映反常提早出现，西欧进入5月了后，就互人热甲冻袂牢。意大利卫生部针对波隆那、佛罗伦斯、罗马甲杜林发布热映的红色警报，游客伫罗马的街仔头是热甲规身躯冻糊糊。除了一直補充水分，嘛也手提電風來消透熱氣。It's very hot this time, especially for late May. It's supposed to be only in the low 20s, but in the high 30s, it's a little bit too hot, definitely. 反常炎热的天气，恐惊伫未来5天会变做是四常。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 WMO 和英国气象局共同写一篇报告，针对2026到2030年之间的全球气候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其中至少会有1天世界平均的温度会提高到91%的几率，会超过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的1.5度的界线，突破2024年创下有史以来上热的年高的几率是86%。So the next 5 years, we're expecting temperatures to be above average, basically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over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nd over land as well. Yeah, we've got a very high chance of at least 1 year in the next 5 exceeding 1.5 degrees. So there's a 91% chance of this. 这份报告嘛指出，北极反热的速度大约是世界其他所在的3.5倍，嘛会致使海冰一直继续扬起，海冰会将太阳辐射反射回去，海冰面积减少会造成地球吸收更加侪太阳的辐射，加速气温加悬。这份报告嘛显示，未来5天真有可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几率会增加，包括做大水、可旱，也是像最近欧洲的反常热映。科学家警告，1.5度的安全风线已经伫要挡袂掉啊！国际社会若无采取具体的措施，全世界恐惊会面对无法度挽回的暖化冲击。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后个月就要起鼓啊！强队阿根廷、英格兰甲荷兰是按算甲因的大本营，设伫咧交通里边的堪萨斯。堪萨斯也已经准备好势，要用顶级的训练设施、出名的 jazz 音乐，也有在地航班迎接各地贵宾。对观顶看热闹的城市，也是行入街头香港的在地航霸名店，才是美国的心脏堪萨斯。今年美国的11个世界卡球主办城市内上细一个，虽然无纽约的繁华夜生活，也是迈阿密的日头海沙坡，这座小城市已经准备好要用中西部特有的热情访客，迎接65万的各国球迷甲球星的灌输，对会当伫家乡见证这场全球上大体育盛会在地居民有影是痛感。Once we heard we had
World Cup, coming to Kansas City and getting, game matches here as well as quarterfinals, and then the 4 phenomenal teams we're going to have stationed here is fantastic. We're really excited. 除了有上好的地理位置，会当缩短球队培养大家比赛城市的交通时间。堪萨斯今年投入数亿美金升级各项设施，拍拼打造美国的骹球之都。由球车梅西领军的卫冕军阿根廷，和有做无冕王的荷兰，甲传统强权英格兰，拢选择将国家队的备战大本营设伫遮。Facilities, I think, speak for themselves. I think we were largely regarded as having the best facilities in the bids. Certainly, the building that we're in now is where Argentina will be training. We think this is the top training facility in North America. 伫青翠的骹球场顶流汗之外，堪萨斯资本嘛是一个有喷泉之城美有的历史名城。骹球场外同款充满魅力。今日出名的18甲顶街区球迷会当沉浸伫游泳的 Jazz 当中，来到堪萨斯搁较袂当错过分量十足，连已经过往的名刀子泡丁拢学了甲会搭子的在地美食项目。You may think of Kansas as the middle of America. There may not be nothing going on, but along with the World Cup, the games don't last for the whole day. I think there's always great places to get food, great places to get drinks. I think that the city itself has really developed into something special since I arrived. Even though it was still nice, I think it's become something more of a modern place for people to enjoy themselves. 为普罗的现代化体育场到充满灵魂的 Jazz 甲航巴文化，堪萨斯市准备好要互所有远行而来贵客伫这个美国小城市留下难忘佮澎湃的世界骹球体验。公司新闻郑文仁编译。天气报你知，做回来看卖。北部地区26度到30度。中部地区29度到33度，南部地区30度到37度，东部地区27度到32度，外岛地区25度到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Thank you.